a fan turn off the opera is there。我给你唱。Inside my mind。好啦，阿喬妹知道吼，呀歌劇啊，真係係當用藝術感，韓國藝亞一部嘅啊，就愛到嘅二胎呢嘅三胎男高音之一吼 ，Pavarotti 嘅知道嘅嘅上面真係係非常嘅好聽，唔過好嘅二胎呢文色彩很難嘅，愛好英文好好唱歌就好，好繼續來練習。有些冲太多诶，俺应该吼先去老后练鼓吼，韩国都市爱鼓吼了，因为都市唱到有些妖诶啦。鼓手啊，呀下就来做一下呀，二胎里嘅料理哦，来看下爱准备按刀嘛嘅材料。好，大白好，当然是啊，二胎里面店，而是二胎里面的世界啦，除非遇到选择困难，算来嘛个选择困难、选择障碍喏，係因為吼，嘅二胎里面種啊有非常多種，有呀鳳種、拍種、牆種，我還甚至看過粉鳳種，按多種種了，像阿權妹我啊，大白就係先到有上到有我算到愛生嘛個種喏，唔過今日吼，大家就聽聽阿權妹向下來說呀，牆種二胎里面喏，韓國係用當簡單嘅方式就做得開始來做，一下好，先來撈料嘅，一道全部就撈佢裝熟來、裝香來，韓國係用微波嘅方式，一下就開始來切一道食材了。好，也聽說我有強菜鼓手鳳鳳這位吼，唔但唱有營養，韓國有醬，就做得撈佢切絲。好，撈佢切絲切啦，記得徛到位嘅時間啦，天天嚟徛，唔是掉佢冇相干。紅色咧切好嘅，揾黃色咧。好，撈佢切啦。切絲切好嘅過後，就係人嘅蒜呢，蒜呢咩撈佢切到幼幼，因為人等下愛比較享用嘅。好一下，切幼幼嘅。好，切好以後，剩下來還有人嘅菇誒，菇誒佢用撈佢切片。安尼嘅用菇誒，其實像按用嘅料理啊，也不卡油嘛嘅就做得變嘛嘅，油嘛嘅菇誒，油嘛嘅肉就做得自家來自由選擇。好，一道食材全部切好以後，就撈佢變到做得微波嘅台灣地度，就做得拿去微波了。先先係安尼油。韓國油奶油就還愛再個加嘛嘅，油奶油還愛再個加橄欖油，也係沙拉油，反正就係愛用兩種油，唔是全部就係奶油，按用會睇呢個。好，橄欖油，韓國沙下來係會香嘅東西，像人哋蒜嘅啊、菇嘅啊，所有嘅食材就做得撈佢變落去。好，全部食材切好誒，以後啊，人哋肉類根本嘅係變入下鍋，我記得撈佢變上去。好，按樣人就變到微波爐底度去微波就做得了。按樣用大火撈佢微波2分鐘嘅時間，本期小可會比較香一下，香氣會出來東西又會熟哦。好，接下來我就會繼續來處理麵的部分。呀，麵的部分好做得用多種方式本技術，唔但唱做得用鍋嘅來煮啊，唔過煮嘅時間，因為像人二胎裡面差唔多都要煮8到10分鐘，按照按叫嘅時間，我啲順好堅固嘅啦，其實係有一些嘅麻煩。故所今日阿喬妹就會來教大家用另外一種方式，先前要用微波爐來微波過嘅，唔過今日又係另外一種，我係完全唔是固定。
呢，就是用呀，得啦，翕手竿，翕手竿做得来翕送意大利面，真的也係假呀？今日阿權妹就做本大家來看哦。其實當簡單，用呀翕手竿吼來翕呀意大利面，真件完全唔是啲順吼，按樣堅固定堅辣定，是愛溫度要辣。翕手竿嘅料理，輕重要嘅係就係溫度。故所按先老按愛用嘅量面先倒出來。一三年阿權妹差唔多就是按用嘅量。一隻拳頭嘅量，也就係我平常時1/3認識嘅量，然後佢倒落，然後翕手竿啲度，倒落去以後吼，然就做得來加少水，先好係越滾越好，越滾嘅水越好，因為你愛撈呀翕手竿啲度唔單搶食材，韓國乾嘅啲度嘅溫度全部就係本佢達到清涼高溫，然後少水加落去，好，少水加落去以後吼，做得辣辣。好啦啦，啦啦一個後，做得來撈水倒出來，也係用高溫嘅水撈入到面啊，乾的全部淥過100按樣嘅概念。等下將係正經來翕，好，所有嘅水倒摕放落去，再過來就係正經愛來翕了，然再過來撈滾水倒落去，先好係越滾越好嘅水倒落去過後。倒落去過後，要記得來加鹽哦，因為就像按煮意大利面的時間，要來加鹽，係強用嘅道理。鹽放落去，好，放落去過後強用，咩撈佢辣辣，好，夾咗時間，撈佢。甜米來，按你翕手竿啊，佢要用翕嘅按樣嘅原理，用佢啲度原來嘅溫度，佢要維持好佢原來差唔多90度按樣嘅溫度，差唔多翕10分鐘，就做得撈面翕好了。好，一段時間後，等下就愛來做強醬。強醬一般來講係用呀羅勒、甜羅勒，唔過其實吼，台灣有當接看到嘅一種香料、香草按樣嘅植物，就係羅勒科嘅，佢係咪嘅睇？答案就係赤鹽菜，古時候等下就要來用赤鹽菜來做強醬哦。好，大家看吼，是愛2分鐘嘅時間吼，就做得米包熟了，一下工全部就已經豐，韓國食材冇已經出水，表示講已經全部就熟嘅。接下來，就開始來打強醬了。上來呀，強醬按用嘅來打咯，家下有講到係用烏卡可能攞杯，目前就有啲嘅種嘅赤鹽菜。韓國啊，其實呀強醬就係呀羅勒科嘅植物，韓國加入到堅果，比如講番頭啊。杏仁啊、腰果啊、松子啊，一條東西全部就算係堅果類，就做得拿來打哦。之前因為也係醬料嘅部分，醬料聽說愛撈食材，盡量撈佢輕走來。像呀赤鹽菜也買進來以後啊，就做得變到呀質地度，撈佢全部嚼走出走，按樣樣嘅醬醬做得變到較久度，用落去揢一下。我記得咯，愛嚼走按樣樣嘅醬，這樣做得變含較久度，冇停定就愛食起來不變唔久。好，好嘅以後就做得撈佢得到安尼果汁機啲度，用呀果汁機吼，當方片細條嘅果汁機就做得來打了。好，接下來果汁機放落去以後，還會放乜嘅？就係安尼堅果類。其實吼，呀堅果啲兒童度便利商店嘛，就做得買到嘅細包嘅，其實就做得方便為主。係假使講想愛較高級嘅料理，就做得用腸子。係講你愛自家來做堅果，愛記得先炒過啊，也係配過，呀基本嘢係買現成嘅，係買片片嘅就撈佢倒落去就好誒，倒落去。差唔多按鈕，好，接下來係呢70分油咩做得，冇咩做得，油嘅話就做得加落去，增加人嘅醬料嘅香味，放落去，然後接下來係檸檬水，將係要加檸檬水嘅話，就會變到有一些嘅神藥嘅米絲當好食，放落去。
好，按样啊，其實差唔多嘅，不過還有一啲咧調味，我個加添，就是安尼橄欖油倒落去。好，橄欖油倒落去以後，薑嘛，薑聽錯我用米絲，故就我來調味，來鹽倒落去，韓國係安尼胡椒粉，冚落去啲度。好嘅，以後俺就做得用果汁機來打安尼強醬料。好，按用打一下過後好，安尼強醬就做得打好了。其實啊，也強醬做得一開始就做得打下大條嘅，看你自家。係講生唔睇嘅話，還做得變到嗰種餅角盒底度有冇？變到嘅餅角盒一粒變到冷凍庫，做得是一粒嘢，做得變一粒嘢就冇相干。喺你擺完時，老餅角拿出來就做得攪嘛嘅，攪頭牙，又係攪菇味啊，又係攪飯攪麵，其實全部就當方便咯。生下來誒，呢麵用烚手乾烚得你還記得冇啊？差唔多好了。古時候其實用牙烚手乾當方便，你愛去做乜嘅，其實就做得，因為你完全唔是去顧忌。生下來就拿烚手乾底度嘅麵，然後佢打開來，好，打開來以後就做得撈麵倒出來了。好來，小水倒出來，等下麵就做得吃夾膠。好，小水倒出來，麵就不用倒壓。有看到冇？已經全部就熟了。按樣吼，麵有變色嘅，變下黃的位，按樣就表示講麵已經全部就熟嘅，韓國麵已經變蓬嘅，就表示已經烚熟嘅。短短按樣19分鐘嘅時間就做得撈麵來烚熟，接下來就撈所有嘅東西攪落去就好了，係唔係當簡單？先來撈家下微波嘅食材放落去。除咗呀下工以外，下工係等下我擺盤用嘅，其他全部就做得倒落去，係呢煎法，也是要條湯啊、水啊，係用藥品料理嘅煎法。倒落去過後啊，係呢強醬，唔記得了哦，強醬。其實強醬啊，有一些嚟講過溫故上一下攪，等下就攪落去食題目，攪嘅食就唔會按醬料，強醬。一大湯匙落去放落去，好，然後就做得落去攪啊。自家做嘅強醬啊，同老輩做嘅強醬真經冇共用哦。加嘅香味啊，韓國牛嘅長度都會冇共用。要這時節啦，就做得來試試看下一下鹹淡，吃係差唔多，就做得來加鹽啊。也係講唔是加鹽，自家來吃人嘅口味。按樣等下落去擺盤調味好就做得了。愛寶貝老公嘅意大利法文都。Ti amo, piccolo marito. Ti amo, piccolo，過一擺。Ti amo, piccolo marito。啊 ，Ti amo, piccolo marito。哎呦，一唱做得好哦！大家講好，愛好一種語言吼，親好就搞嘅就國家嘅細拉嘅男朋友。哎呦，迄個假使搞喺度，呀，意大利嘅細拉嘅現代男朋友，嘅唔對幾好誒。唔過顏順康也下冇按樣嘅意大利嘅現代阿哥，冇想過我想嘅做得提升我自家做料理嘅能力吼，迄個我做得做東好食嘅意大利料理，冇聽錯，有應嘅就做得搞喺度意大利嘅男朋友哦，吼，故所以下就來試試看呐，我嘅料理吼又做到幾好誒，認真見當會做咩人哋嘅講啦，好食。